歡迎大家收睇2025年4月12號星期六澳洲蘭域馬場舉行嘅11場越洋轉播賽事嘅賽物貼士。賽事編號 S1 嘅第一場，即係當地嘅第一場，將於當地時間上午11點45分，即係香港時間上午9點45分舉行。表列賽，香港賽馬會全球匯合彩池鳳山1里讓賽，草地1600米。呢項賽事只限2歲馬匹參賽，總獎金20萬澳元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突破界限、5號辣妹、7號女士有票同埋4號雕塑巨像。賽事編號 S1 嘅第二場，表列賽南太平洋經典賽，草地1400米。呢項賽事只限3歲馬匹參賽，總獎金20萬澳元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5號無附加、11號藍冠星、1號雙魚星座同埋4號軍事長。賽事編號 S1 嘅第三場，中級城市錦標決賽，草地1400米。平磅賽，總獎金100萬澳元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提神金美、3號巨馬、2號比斯領主同埋5號貴大帝。賽事編號 S1 嘅第四場，二級賽帕斯薛基錦標，草地1200米。呢項賽事只限2歲嘅雌馬參賽，總獎金100萬澳元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2號動心、1號法內有法、5號慈悲之行同埋3號記事。賽事編號 S1 嘅第五場，二級賽王子錦標3歲馬短途賽，草地1200米。呢項賽事只限3歲馬參賽，總獎金100萬澳元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8號秋輝、1號私生活、2號公眾焦點同埋6號飛天絕技。賽事編號 S1 嘅第六場，一級賽澳洲橡樹大賽，草地2400米。呢項賽事只限3歲嘅雌馬參賽，總獎金100萬澳元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2號澳洲代表珍惜當下、1號澳洲代表泥基領先、3號紐西蘭代表金滿杜拜同埋4號澳洲代表愛都鹽花。賽事編號 S1 嘅第七場，一級賽悉尼杯，草地3200米。呢項賽事只限3歲以上馬匹參賽，總獎金200萬澳元。
我哋嘅心水推介係8號射程範圍、6號金翅獸、1號勝算公爵同埋15號天鳥合意。賽事編號 S1 嘅第8場1級賽，女王伊麗莎白錦標，草地2000米。呢項賽事只限3歲以上馬匹參賽，總獎金500萬澳元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2號澳洲代表星捷之道、4號澳洲代表紅威霸主、5號澳洲代表剔糖小貓同埋1號英國代表譽滿杜拜。賽事編號 S1 嘅第9場1級賽，草上女王錦標，草地1600米。呢項賽事只限3歲以上次馬參賽，總獎金100萬澳元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狂迷女孩、2號慈聖仙姬、3號愛天仙同埋4號愛美寶。賽事編號 S1 嘅第10場2級賽，藍寶石錦標，草地1200米。呢項賽事只限3歲以上嘅千馬參賽，總獎金30萬澳元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5號別具意義、3號興日之城、4號澳星麗同埋11號城西。